各位早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9日夜新闻，我是嘉豪。也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出现头一个囡仔，因为这武汉肺炎重症的死亡个案是新北市2岁查某囡仔。另外，伫婚林也出现一个大井医院确诊的案例。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626个本土病例，指挥官陈时中下令，一礼拜内全台全国县市拢要启动在家照护措施。4月2日开始，去到一寡所在拢要做过3档疫苗，这项政策引起健身房业者不满，但市长强调，真侪行业拢规定，唔是针对健身房。讲到咱国内头一个囡仔，因为一个武汉肺炎重症死亡个案，也就是真正确诊的新北市2岁查甫囡仔，因为伊是急性的新冠病毒感染，引起败血症甲脑炎，惊透早就来白细路。市长侯友宜讲到这个囡仔的时阵，熬着水甜，伊也呼吁中央政府就要赶紧来调整这防疫规范。指挥中心表示，明仔载会召开这儿童科的专家会议，讨论囡仔的就医指引。另外，伫婚林也出现一个拄肚子了后的婴儿来确诊的案例，目前伊病情算是真轻的，等咧负压隔离病房治疗。在我们半夜的时候走了，我非常的难过、不舍跟哀痛。新北市长侯友宜目屎干目乾，讲话讲到后甜，伊是真艰苦嘛真自责。新北市一个2岁查甫囡仔确诊，暂时送病院，接续病情都雄恶化做重症。负责治疗上好病院证实，抢救6天，这个查甫囡仔19半暝，也是因为胃着新冠病毒引起败血症，致使脑干发炎不幸过往。因爸母穿防护衫，伫上尾时间陪伫个粪丝边。经过跟这个台大这边的会诊之后，有再加上这个瑞德西韦来使用哈，败血症跟这个脑干脑炎这个为主，我们有做了一些其他相关的一个病毒的检验哈，目前是没有看到有其他的病毒阳性哦。目前查甫囡仔遗体已经火化，因爸母嘛已经登去隔离病房，2个人健康状况稳定，卫生局持续甲因关怀。侯友宜呼吁中央，防疫规范的限制应该要赶紧调整。指挥中心表示，20会召开儿科专家会议，讨论囡仔互医生看的指引。今天我们下午要来请儿科相关的专家大家来召开，那能够不管是从送医的指引或相关需要注意的事项，都会做讨论。婚林嘛传出一个肚子查甫囡仔去画着，是婚林县前到搭上细汉的确诊者，伊之前有去外县市参加肚子活动，目前算是轻症。受治伫负压隔离病房治疗当中，伊的相生阿姊也有阿公嘛确诊。他的病情是稳定的。那我现在的 CT 值是13.2哦。那所有居家匡列有7人。基本上还是要提醒家长跟第一线医师说，有可能在 Omicron 的一个临床表现上，化抽搐可能是他的一个表现之一。囡仔重症造成死亡，互家长是真烦恼。儿科医师吴昌廷提醒，若是有救紧的情形，都要特别注意。另外，囡仔无论是去喂到新冠病毒，或者是其他的病毒，若造成发烧，只要出现无精神、直吐、喘气真喘、规身躯痛透透，若有这4种症状，都要赶紧送急诊。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进前宣布，未来这6岁到11岁囡仔会当注半重的莫德纳疫苗，却引起家长的烦恼，认为讲这囡仔注了后会出现副作用。国内就专家认为，照外国经验来看，甲囡仔注半重的莫德纳疫苗应该是无啥问题。虽然外口当地落沙沙雨，北北基几下的家长也是起疾管署抗议囡仔注疫苗的政策，政府动作伤过混沌。因为国内已经连续几天确诊人数超过1000人，佫传出一个2岁囡仔去画着了后，也是救无回来，还佫一个打肚子查甫婴仔嘛，因为确诊住院。希望能够在这个打疫苗的时候能够有更清楚的资讯，可不可以比照成人模式多几种疫苗供我们家长来选择。食药署顶一日核准6岁至11岁囡仔注莫德纳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会当注半重的量，也就是52克的莫德纳疫苗。20会召开专家会议讨论家长加减会烦恼副作用的问题。针对这点，有专家就提出外国的临床数据来做说明。辉瑞因为用了嘛，它只有10 microgram， 所以呢，用了之后看起来那个效果就是预防感染的效果快速下降。但主要是因为这个也就是一个原始株的疫苗，然后现在用来预防 Omicron， 当然它是非常的，它的抗原性差来多嘛。从国外的经验看起来，它的这个安全性跟这个副作用
其实都是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哦。那他们也都建议这个欧盟的最后的决议，在考量这些利弊之间的关系，都建议要打这样的一个6到11岁的儿童。为后面澳洲等等30几个国家临床的资料显示，比较12岁至18岁青少年，囡仔注莫德纳疫苗了后出现心肌炎、心包膜炎等等的风险是明显较低。国内医生嘛提醒家长，囡仔注疫苗了后，若是连续3天烧袂退、喘气困难、人痠叨叨，就要伫24点钟内赶紧去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今日增加1626个本土病例，这数字是疫情爆发以来上界严重的。其中新北市上界侪有583例，另外要增加2个重症死亡个案，一个是新北市2岁囡仔，另外是一个90多岁阿公。也因为咱国内疫情当日严重，指挥官陈时中下令1礼拜以来全台湾各县市拢要启动在家照护措施。新冠本土疫情出现警讯，病院也陆续传出医护人员确诊。除了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有5个麻醉科加开刀房的人员 PCR 阳性，台大病院也传出4个医护人员感染。国内确诊人数持续增加，19国新增加1626例本土病例，这也创下历史新高。而且21县市拢有，其中4县市拢100外例。以新北市新增加583例上侪，台北市287例，桃园市197例，基隆市148例。指挥中心已经宣布，全国要伫1礼拜内启动确诊个案居家照护措施。要求在还没有启动的在1周里面要来启动，在各县市都要启动。COVID-19 确诊个案居家照护的管理。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新增加2例重症死亡个案，其中一例是95岁男性，本身有癌症甲慢性病史，做过3剂疫苗；另外一例是新北2岁查甫囡仔，因为新冠病毒感染并发败血症等，19不治死亡。这届疫情累计4个人重症死亡，死亡率是3%。新北市这位2岁多的小朋友就已经过世了。那我们接到这个讯息，我们当然都深感不舍那不过整体医护人员或我们的在双和也好，或台大也好，这些专家都尽了很大的力气。若是外界关心的儿童辉瑞疫苗采买进度，陈时中表示，这2天的谈判有一寡问题拢得到解决，应该真紧就当签约。若是采买数量也有待确认。对于这样的一个合约的共识，已经到达最后的一个阶段。那我相信在这里面最后的细节再把它弄清楚之后，那应该是可以来签约另外，因应本土疫情扩大，居家隔离对象大幅度增加，指挥中心也调整居家隔离、居家检疫的采检措施。确诊者密切接触的居家隔离对象，互人确认的时阵安排1届快筛还是 PCR， 隔离期满第10天进行1届快筛就会使。居家检疫的对象是入境迄天进行 PCR， 检疫期满第10天快筛1届就会使。另外，也会准备1支快筛试剂，伫出现症头时阵使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北市今日出现583个本土病例，其中10指某一间中照机构，因为内面有民众不爽快送到病院所检出阳性，落尾卫生局甲所有人拢做 PCR 采检，这内面有28个人阳性，差不多有40个人确诊，目前拢等咧治疗。另外，伫桃园今日增加197个人确诊，其中桃园警察分局的群组感染，搁再增加6个人确诊，目前已经有20人染病了。除了甲这个扩大范围列搁较宽以外，勤务的部分也有分组分流。新北市设置区无长照机构，15有住民出现发烧、咳嗽、送医，经过采检了后确诊，新北市消防局接到通报，遂对机构包括工作人员71人进行 PCR 检测，结果验出28人阳性反应，阳性率约4成，其中有8位员工确诊，目前已经全部送医收治。只有3名发烧跟咳嗽的症状，其他的都没有明显的一个症状。积极的请机构这边做好工作人员的一个分仓分流。新北市本土个案提升到583例，其中516例是新增个案，67例是地处隔离阴转阳，营养不良感染源。新北市卫生局宣布，将加开设置国泰泰山府内台北病院、淡水马街永和等5个社区采检站，提升检测容量。
桃园本土新增病例来到197例，桃园警分局侦查队9名警员、1名派出所警员18快筛阳性了后，各针对桃园警分局214人进行 PCR 采检，10个各增加6人确诊，目前累计20人着病，确诊人数恐惊会阁增加。那这20位确诊，包括桃园分局侦查队18位队员，队员接触的1位员警，埔子派出所的员警，以及另外1位工友染疫。桃园市府卫生局有个拜三确诊数也会阁增加，恐惊突破200例。其中类普筛计划将为还未注疫苗的小学生先做起，预计后礼拜2起开始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家人对今日开始启动在家照护计划，希望透过轻重症分流，甲医疗量能守护条。这在家照护期间的药啊，未来全台湾会超过1800间的社区药局提供送药啊到人岛的服务。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哲也宣布，讲这台北市对4月20，也就是明仔载开始，只要是轻症的确诊者，原则上拢是在家这个居家治疗。我现在肚子痛、胀气，导致晚上很难睡觉。北市联合病院的医生透过视讯，替地处隔离的民众远端看诊。若讲病症家当，得协助就医。关怀中心的人员也会打电话关心一寡民众，也会送地处关怀包保障使用物资充足。因为北市10月开始为信义、台东甲中正区试办地处照护，预计12个行政区这礼拜拢会上线。因为北市府一开始无公布试办指引，互里长无傻傻。市府也从善如流，把这些资料制作成图卡，让我们在民众问的各方问题里面能够很快的帮他们找到窗口转介出去。区域化来处理，我想速度会更快一点。所以明天开始，台北市就整个从那个本来的疾管科的工作，我们要分散到12个行政区，然后由区长来当区域的指挥官，你知道吗？然后我们整个这种新冠会的照顾就要社区化、地区化开始启动了。基隆市是启动地处照护计划，优先针对地处隔离期间阴转用的个案，希望透过轻重症分流来保全医疗量能。目前有190案正在评估当中，那已经有15案是已经核准纳入我们的无症状跟轻症的这个确诊者居家医疗与照顾。为了确保地处照护期间的用药，药师工会专联会表示，未来全台将有超过2800间的社区药局加入送药到府的行列，要透过健康药药 App 看诊领药，处理电子药单，拢会当顺利申请到送药到府的服务。目前已经有不少社区药师伫社群媒体组成群组讨论相关执行细节。药师送药到指定的地方要拍照，然后电话联络当事者，指导他怎么用药，也可以用视讯。血热止痛的退烧药那个止咳药、流鼻水药，然后就是拉肚子的药等等的，这个的话，其实建议是最好备着。药师服药除了送药到府的服务，地处照护民众也会当准备一寡止痛药、胃肠药，也是抗过敏的常备药，也会当减轻身体无爽快。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抗击这代替公司化，代替3大工会今下晡举行临时的联合理事会，因决定5月初1，也就是劳动节连假时阵呢，要照法律规定无要加班。未来5日这中秋，甚至是双十连假，也拢无要配合代替加班，用实际行动抗击代替公司化。我们的部长一意孤行，一定硬是要推，完全没有要跟我们工会协商，完全也没有要听我们基层员工的意见。以事故为由仓促上路的公司化是国家卸责的一贯伎俩，都是在讨论资产开发、划清土地如何盈利，并不是本业运输安全的讨论，只回避了真正的安全改革。代替公司化条例，这礼拜四就要进行审查。工会批评交通部长王国材唔敢代替基层员工协商。交通部这边是用简单的声明来批评代替工会，一直咧发起卖加班的活动，影响到连假的运输。针对到社会大众所期待的安全改革，希望代替工会会当伫咧代替公司化条例内容内面进行理性沟通。
讲到咱国内疫情当咧滚假，真侪民众拢三钱去买这防疫保险的一个保险单，而且有真侪间拢已经无赔啊。不过业者改变保险内容，若阵隔离确诊拢无赔，一定爱带医照赔偿。不过金管会有甲业者协调，最后认定讲，若阵民众进前已经买啊，落尾认定是确诊者在家照护就好诶，也着爱当做是带医来互民众理赔。民众排几排，甲规个街路占掉的，国内本土疫情确诊持续突破4位数，互民众心惊惊。这阵啊防疫保单买的人真济，只是真侪人想要买，无一定买得到。最近就上网看啊，就已经都买不到啦，都下架啦。我先生公司有人确诊啊，所以我那时候才想买啊，但是已经没有了，就最近而已啦。买去伤热，就惊理赔风险失去控制，真侪间防疫保单拢停卖，19个增加2间，包括国泰产险甲旺旺优联。本来是要卖到下晡，只不过官网捌卖顶卖当，无法度线顶投保，只好提早停卖。所有的那个风险值以及为那个件数都超过我们公司的一个可以容纳的一个情形啦，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些停售。对疫情变化，真侪间产险考虑风险的量，防疫保单连续停卖，要大改版。其中富邦产险大盛推出上新的防疫保单，取消确诊加隔离理赔金，敢若带入去符合隔离病房，也是疫苗不良事件才有理赔。不过因应亲情居家照护陆续办理，金管会事先确定防疫保单理赔原则，无镜头也是亲情居家照护，比较一般的大医理赔。所以理赔申请文件里面就是原则上你是理赔申请书嘛然后还有隔离通知书要附这个文件。金管会伫甲产寿险公会协调了后，针对已经卖出去的防疫保单，放定防疫保单的理赔认定，居家照护依照一般的带医理赔，以隔离期间认定做实际带医的天数。不过若是亲情居家照护无需要带医，所以家护病房也是符合隔离病房，伊的带医日夜保险金都无要给付。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高中以下目前有90间学校当咧停课，或者是部分班级停课，大约有32000个老师甲学生受到影响，而且本土疫情一再加悬，恐惊会大规模停课。亲像北一女也搁到师大附中，全校这礼拜拢伫咧演练线顶教学。那成功高中是使用分流线顶教学演练，甲无共年级分配点厝内面上线顶课，减少疫情的扰乱。用家己的平板接学校的电脑，成功高中国文科姓的老师伫学校教册，对荧幕教1年18班的学生囡仔上课。魏晋南北朝，甚至是到唐宋，都仍然会有古诗的出现。大部分的学生囡仔甲镜头关掉，不过老师会出问题，和学生囡仔讨论，上课都袂无聊。校长讲，19至22礼拜5，高1、22个班全部伫厝的远距离教学；后礼拜25至29换高2、22个班伫厝的远距离教学。这是分流降在线顶教学演练。万一学生囡仔确诊，降低受隔离的人数，简化一条。这段时间，万一有学生是确诊或者是被匡列了，那我们在回溯他的4天前的足迹的时候，我们还有礼拜6、礼拜天，在一定程度之下是降载了降载了这个可能遭受的影响。这届疫情愈来愈侪学生囡仔确诊，互人可怜。南部全校停课的日子袂过来，北一女甲师大附中这礼拜全校伫厝的线顶演练，中山女高20至22也是全校，建中20至27全校线顶演练，28恢复实体课程。不过有建中家长是主张，高三生毕业考了后，线顶学习到6月初1，避免因为感染也是可怜，无法度参加个人申请第2阶段面试。不过学校是讲，这无法度由校内家己决定，还是安排。那所以他就说，那我可不可以请假？像以前的学长一样，我请假在家里面，跟老师做线上上课，或者是请假去准备我的第2阶段的面试。市建局表示，若是学生甲家长烦恼感染影响个人申请面试，会当参考前2年毕业生5月初毕业考了后请防疫假。成功高中认为，密切接触者会防考虑10天。照安尼算，5月初启动分流，高三生伫厝的线顶演练，无甲其他学生囡仔接触，确保面试都袂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战火无情，这乌克兰对抗罗西亚的战争一直到2个月时间咯。这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也开始伫咧烧战，罗西亚军队针对着顿巴斯地区发动攻击，包含这个学校、真家厝拢受到军规的伤害。这联合国伫昨表示讲，伫短时间内恐惊战争是袂结束的。
俄军伫17到18这2天，针对乌东的顿巴斯地区来发动攻击。卢甘斯克的境内卢比日内嘛煞咧受到俄军的空袭。瓦近的科尔米纳遭受到俄军占领了后，俄军来到顿内茨克的首府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地学校附近，阁去用俄军爆出一空大网天空，教室的窗仔门嘛拢炸甲脆炎炎。Мир во всем мире пусть будет, чтобы и все. Больше нам ничего не надо, чтобы мирное небо над головой было. 俄军的战车驶入去原本正恬静的主题区，过来伏击当地的民家厝。Здесь был танк. Дети, уходите, а здесь украинская армия танк поставила. Потом танк уехал. 因那顿巴斯地区内底顿内茨克。当地乌克兰军队嘛煞咧来挡单俄军的攻击。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18来宣布讲，伫过去几落礼拜，外界正注心的顿巴斯战役已經開始拍落。Зараз вже можна констатувати, що російські війська розпочали битву за Донбас, до якої давно готувались. Дуже значна частина всієї російської армії зараз сконцентрована для цього наступу. 泽伦斯基伫进前接受 CNN 的专访的时阵，来背回美国甲北约官员指出，乌克兰的军队需要更较侪计划来训练，安尼才有法度来学晓外国援助的武器的讲法。强调讲，乌克兰的士兵无需要长时间来学，都爱紧的举起武器来对抗。联合国人道事务负责人格瑞菲斯伫18讲，根据联合国伫个俄乌两地的汇报。俄乌双方要来进行人道停火，上较紧嘛爱几落礼拜了后。I think it would be fair to say that right now, if I could speak for the Russian authorities, they are not putting local ceasefires at the top of their agenda, not yet. BBC 讲。俄军摕到顿巴斯地区，必须要爱一段时间。便若是讲成功，安尼嘛强定俄国总统普京伫这边发动战争的大胜利。刷落来会照2014年克里米亚的模式，甲顿巴斯地区甲纳入去俄国的版图。俄军目前的要务就是爱伫保定，伫5月7号进前的胜利日，佮爱甲这个顿巴斯的控制权甲摕落来。公司新闻郑元庆编译。罗西亚总统泽伦斯基呢？这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呢，18向欧盟大使交出这申请加入欧盟的调查，按算6月会当摕到这个候选国的资格。罗西亚总统普廷昨也表示，西方国家对罗西亚的制裁是完全失败的，而且因着要付出掉通货膨胀加失业率正悬的代价。另外，罗西亚国防部表示，因毁掉乌克兰西部一个抗武器的后勤中心。将2本高高的文件交予欧盟驻乌克兰大使。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这是乌克蘭爭取加入歐盟嘅第一步。Це якраз та дорога, про яку ми говорили, назустріч один до одного, і це важливий сигнал. Ми віримо, що отримуємо підтримку щодо цієї роботи і станемо кандидатом до вступу, і після цього розпочнеться наступний фінальний етап. Дуже віримо, що ця процедура відбудеться. 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4月初時陣親手將調查文件交予澤倫斯基，這麼烏克蘭做好調查，歐盟執委會就對這個案件提出建議。烏克蘭希望會當在6月歐盟理事會摕到歐盟候選國地位。另外，俄羅斯總統普廷18日在一場經濟會議講，俄羅斯今年第一季經常性盈餘創歷史新高，到580億美金。講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戰已經失敗。Можно уже уверен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та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провалилась. Стратег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блицкрига не удалась. Более того, санкции не прошли даром и для самих инициаторов. Имею в виду рост инфляции и безработицы, ухудшен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динамики в США и странах Европы. 俄烏戰爭也佫佇咧拍，俄羅斯國防部18講，因空襲烏克蘭西部沃利夫附近一個後勤中心，摧毀藏佇咧遮嘅真濟外國製造嘅武器。Утром 18 апреля высокоточными ракетами воздушного базирования ВКС России в районе Львова нанесен удар по 124-му объединенному центру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тыла командования сил логисти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йск. Уничтожен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и находившаяся в нем крупная парт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вооружения,
поступившие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6 дней на Украину от США и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 俄罗斯讲，因即天总共摧毁16座军事设施。沃里夫的市长是出面谴责俄军，讲因的空袭至少造成7位平民死亡，并且讲这是种族灭绝。伫咧俄东的战术部分，亚速营发一段反击俄军的影片，会让看到亚速营士兵攻击俄罗斯的军队，并且弹手榴弹。文章内面也佫讲，马里波的防守依然伫咧继续。泽伦斯基伫咧演讲中是讲，俄军已经伫咧俄东顿巴斯地区发动全面的攻势。伊讲乌克兰会继续伫咧俄东对抗俄罗斯。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译。在观众朋友继续来关心国际疫情，美国进前宣布这催安禁令是到5月初3，不过佛州的联邦法官伫拜一裁决，讲拜登政府强制民众坐大众运输的时阵拢爱挂催安，这禁令是违法的，要求政府就要随撤销强制令。美国的航空公司也随放令措施，不过美国的疾病管制中心也是建议民众这催安也是会挂掉的。民众若是伫机场出入，或者是搭大众运输，都要挂催安。这个政策伫美国已经实施14个月啊。原本这个月18就要解禁，不过拜登政府考虑最近确诊病例数增加，决定把解禁的日子延后2礼拜到5月初3。不过拜一佛州的联邦法官米德尼的一个判决推翻这个规定，伊伫针对保守派非营利组织提诉讼案，伫判决内底指出，疾病管制中心下令强制挂催安是超过法定的权限。因做决定有真大问题，所以宣告撤销催安令。So this is obviously a disappointing decision. The CDC continues recommending wearing a mask in public transit. 这个判决出来了后，拜登政府将强制挂催安改造是建议的性质。因为美国各大航空公司随发公告放令催安的政策，包括机组人员甲乘客，拢会当家己决定敢要挂催安。不过，伫纽约的地铁站内底，大部分的民众也是选择挂催安。I just feel like mask mandates are coming down too quickly. People at my school are getting it like every day. I think at this point everybody's going to have their own opinion. I know some people wear them because they make them feel safe. 目前美国疫情虽然无像去年底遐尔严重，不过传染着更较强的变种病毒 BA.2， 当伫全美国快速扩散。防疫专家呼吁表示，伫新冠病毒一直在变种，疫苗的注射率也无够普及的情形之下，是真要达到群体免疫。人类恐惊阁爱甲病毒共存真长的一段时间。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讲到南韩，伊逐工拢有上万人确诊，因使用是9罐疫苗注射量，也搁一个维持医疗量能，要甲病毒共存，而且毋免保持社交距离。因若讲到新加坡，因疫苗注射率有到94%，除了宣布这户外毋免强制挂催安以外，而且做过2档疫苗的人入境了后免隔离。那看到这2个国家，搁来看咱台湾，有人认为讲台湾的目前的情形是伫咧这2个之间，甚至有医生认为讲有3大措施爱做。第一就是赶紧注疫苗，第二就是快筛试剂数量要有够，医疗体系就要正常运作，这3项拢是不当欠缺的。民众手牵手伫公园散步，享受失去2年的正常生活。南韩全面解除社交距离，婚礼大规模的活动甲集会、演唱会也无人数限制。25也开放电影院，这个室内公共设施会当食物件。南韩伫3月中达到疫情最高峰，创下单日62万人确诊了后，目前感染的人数持续降低，不过大家也是有上万人确诊。即嘛是希望借由高疫苗注射率来维持医疗量能甲病毒共存。 다만 새로운 변이의 출현이나 동절기를 맞아 다시 대규모의 유행이 초래될 위험성이 있을 경우 거리두기의 재발동을 검토하게 될 것입니다. 南韩看疫情的趋势，也有可能要取消室外挂催安。但是台湾目前也搁伫 Omicron 病毒疫情爆发初期，国内有学者是讲，若要模仿南韩甲病毒共存，至少爱120天。南韩大解封，医疗量能也是真严，要甲病毒共存，加速疫苗注射，快筛试剂要有够，维持医疗量能拢袂使欠缺。 亚洲国家还有新加坡疫苗注射率达到92%，除了宣布户外无强制挂催安，做完2剂疫苗爱当免隔离入境。顶有是国门总开，不过有意思是讲各国疫情状况无同，台湾疫情形态是伫南韩甲新加坡中央。难免中间在最高峰的时候会遇到一点点指数上升，但是整体而言的话，我们可能会控制尽量压制这个病毒哈，那让这个疫情可能会走得
没有那么的激烈，但是可能会走得比较长。这样的话，可能就不止120天，而是会持续的非常非常久。这个疫情是不是会当伫热天完好甚至结束？意思是讲，疫苗注射率也是指标观察项目。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想要甲中国同款，要互病例完全消失，伫短时间内起真侪间集中病院，必须因使用真侪防护设备。不过，即寡物件是用一届就要拼掉，所以这粪扫量大大增加。回收场平均一天要处理2300吨粪扫。电视遥控器甲倒顶型电话全拢用保鲜膜包起来，就连送来的餐点也拢有塑胶袋一烟一烟包。为了避免交叉感染甲消毒方便，隔离旅馆内大量使用塑胶袋仔，就连枕头套掀开也有塑胶袋仔包枕头芯。Every single one of the staff members here wears full PPE. You know, the gowns, the gloves, the booties, the hats. face mask. 行伫海边四月当看到翠暗也有防护面罩顶塑胶粪扫放等伫岸边，这寡塑胶粪扫是用来阻挡病毒交叉传播。不过，即马所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伫香港平均一天要处理2300吨的粪扫，这其中只有1成是会当回收佮利用。Nearly 90% of the plastic waste is either end up in our landfills or end up in the lake. 香港学中国采取严格的清零措施，去方舱病院收治9万名的患者。不过，这寡大型设施无经过精心设计，使用的材料也以方便快速为主，所以无法度挡大风大雨，最后恐惊变做大型粪扫。The ground formation, the site formation is non-standard and doesn't comply with any particular building standards we have in Hong Kong. The structures that are placed on top are temporary, so they have a short lifespan. 粪扫山哪对哪管衍生环境污染问题，伫地势人济的香港，只会当将大部分的粪扫送往掩埋场。看到空间特别用了啊，政府即马已经准备起一座有粪扫焚化炉的人工岛。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政府宣布，对4月2日开始起，一寡所在拢爱注过3档疫苗，这其中也包含健身房。不过，这个政策虽引起业者不满，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包含伊在内，所有公务机关加24个行业，拢因为防疫关系，去向要求爱注到3档疫苗，不是干那限制健身房。其实我们感觉很不被尊重。这个配套的措施，其实我们根本来不及反应。这位中心宣布2日开始做3剂疫苗，再当入去健身房，业者讲出家己的困难。会员朋友问我们怎么样请假，怎么样退费。我想这些很多问题，我们根本就是应接不暇。未来如果在现场遇到任何冲突，我们的员工怎么办？业者不满指挥中心甲健身房甲8段5路场所白做伙防疫，强调毋是所有会员拢有注3剂疫苗。到时阵是毋是有会员会针对会费提出疑问？恐惊这对财务状况原本就无好的健身产业来讲，伤害更加大。那我想大家都是遵守指挥中心的规定，但第一个规定要有科学的根据，第二个你规定出来你要有配套的措施。如果今天这样的措施一下去，4月22号开始，民众跟健身房、健身产业有这样的合约纠纷，这个责任谁来负？像我们现在坐在上面的我们几位都是跟8大一样，都是要打3剂的。24个行业公务机关都是要求要打3剂。纾困上面的问题，那就由各个主管单位去协调。但是中是讲，唔是干那针对健身产业，因为确诊人数快速增加，各项活动也是以防疫优先。记者综合报道。中法官伫今日宣布，要启动119自动紧急后送机制，当日居家隔离或者是居家检疫囡仔，唔免经过解读电子维持程序，就会当直接送去这个自动的专职病房治疗。原来讲到苗栗的新南国小有3个囡仔确诊，因为班级补习班拢先停课10天。另外，台中的明道中学也出现病例，目前是停课3天进行大消毒。中法院19新增加13例确诊，其中有6例是为宜兰进香团捐助案来的。卫生局研判，参加进香团的人感染的高峰期已经过啊，不过相关的接触者甲亲人的确诊案例豆豆咧出现，6例内底有3例拢无到5岁。考虑新邦2岁查某囡仔的事件，官府宣布，为即时开始启动119自动紧急送病院的机制，居家隔离或者是居家检疫的囡仔，会当免经过卫生单位解读电子围篱的程序，优先送去自动专职病房来治疗。所以整个这样一个进香团
成年人即将有传染链，那很多也是中老年人哈。结果里面有4个儿童的确诊，其中3个是5岁以下。急诊这边也有一些机制哈，配合119来尽量不要让他能够快速来就医。苗栗新增加12例，其中德南的新南国小有3个学生确诊，相关有接触的班级甲补习班，则是开始停课10天，全学校其他的班级是停课到20。该名学生的就读班级已经暂停实体课程10天，也就是从4月19一直到4月28号。那补习班呢，一样同步停课10天。台中有50例确诊是创下过一天的新冠，有2例是明道中学的学生。卫生局讲感染源也当地调查，目前鼓励60个学生做采检，嘛以风险停课3天。明道中学有2个班级一个高3，一个高2的2个同学，那他们曾有一起活动接触过那是不同班级，但是2位都确诊了，那他们的这个感染源还在调查中。卫生局表示，会看采检的结果来决定敢是要伫校园内底设置禁止会所。若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确诊者，未来会当伫厝邻居家照护。原本按算后礼拜1做兵棋推演，市府19讲会遵守中央的指引，随时拢会当来配合。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偏湖，今仔日也增加3个人确诊，当地的负压隔离病房只有6个床位，目前已经用4个去啊。那准这确诊病例一直增加，医疗量能恐惊会无够。偏湖县已经向中央政府申请在家照护收治，也和业者讨论讲，要甲这防疫旅馆摕来增加安置场所。在为民众的防疫专车工作人员做足防护。偏湖县第19增加3例确诊病例，县内第16出现头1例确诊，累计高达已经有6例。3栋偏湖分院院内有6层负压隔离病房，已经使用4层。在澎湖县呢，我们3种澎湖分院呢有负压隔离病床是6床，那目前已经住进4床了。那未来我们仍然不知道，这6床会不会满。除了收治量能，县府也发现县内安置场所85间房，相关收容上限160多人。那确诊病例甲这几工共款继续相关量能不足的状况，真紧都会出现。中加民宿业者讨论调住客确诊就地隔离，参规划防疫旅馆的方向，各向中央申请地处较好收治。呼吁旅客如果在行前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症状的话，那你可以去做快筛，或者就是你比较安全起见，就可以调整你的行程。偏湖6例确诊，至少2例是外来游客。偏湖花卉节后礼拜登场，官府呼吁民众有呼吸道症状先快筛，也会当延后才来，避免增加当地医疗负担。只是这波疫情，也予高雄市卫生局扩大渐进式工作进度，为关心135岁24点钟作业增加到170人。高调派卫生所基层共同论述，防投诉班表乱调，有人2礼拜来日班、夜班甲大夜班跑乱生理周期，甚至健康出状况。尽量的去因应疫情去调整相关的一些轮值人员相关的这个班表，尽量让他们有一致性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周期。高市府强调，为了抗疫，市府各局处拢接受轮调协助防疫。针对基层反映的部分，已经17检视班表，佮参考部分当地意见，伫班表做上大程度的调整，会佮重新公布。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县政府去年伫岛内的老庄溪有做野生动物通道，做好了后，经过400多天，头一届翕到一个山鸟麻。专家表示讲，目前伫咧第29线也有第13线，拢有做这石虎通道，防止石虎去互车咬死。感谢画面翕到一只石虎跳过报环，接续顺野生动物行的磅空顶悬下过，到对环了后，佮行过车路。苗栗县府公布今年3月16日。翕到石虎，也就是山鸟的影像，引起要互动物行的磅空，即慢慢发挥效果。做了这一个碎木屑的这个仿生的设计，那旁边也有那个开的这个通风口，还有透光孔。现场会当看到这条野生动物行的磅空，拄好下过苗栗岛南老庄溪的水尾。县府评估，因为这4颗螺拢毋是甲外深山，而且溪埔甲布花嘛拢已经用阿摩头框起来啊。历史山鸟原本生活的所在，主要因为人为的因素互隔开，所以起互动物行的磅空了后，包括鸟仔甲白皮心等等，因的形状都捌出现。也若翕到石虎，也是头一届。
他们都是会跳上护栏，然后走那个通道的上方，所以我们今年呢会接续就是要做一个就是通道上方的改善。官府表示，大部分的野生动物拢会直接行伫磅空顶悬，安装会使引导的棚仔，甲相关的设备来改善，希望会当降低用阿摩头空起来工程，影响因栖地情形。研究山鸟的专家表示，应该好好利用已经有的暗空甲棚仔，甲山鸟引导入去生态通道。它在公路两端要有足够的腹地，能够去建造这样的一个缓坡，引导它走上跨越的一个桥的形式。两侧再加上防护导引网，要有一点漏斗的一个集中的效应。强迫人表示，要去予野生动物行的磅空，除了考虑地形，嘛要考虑设置的地点，才会当有相当的效果。就好除了伫个路面会去互车弄到以外，去互狗仔加饲的数量嘛愈来愈多。要安怎避免狗仔去攻击石虎，嘛是即马真要紧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天气开始变热，一寡网虫也开始伫咧生炭。嘉义县水上乡公所附近有一个社区，最近出现真侪乌尾，也就是这乌树帮仔。毋那伫咧外口爱随拍随赶，连伫咧厝内边风顶甲有关是真严重。民众伫厝外口开讲，大家手拢真无闲，为骹腿凊彩拍落去，较无嘛死4、5只乌尾仔，就算摕香来薰嘛无啥效果。规骹腿拢是因为病虫咬破的空喙。甲定着我一两两啊落去，咱嘛无到爱有啊条，尾也唔代表安怎防话。如果被小黑蚊叮到，可以在患部呢做冰敷或是冲冷水来减少瘙痒感，尽量不要去抓它。嘉义县水上乡的美上美社区，即阵啊不管是室内外拢有真侪乌尾，民众真困扰。当地议员表示，即阵天气落雨，搁出日头，尾仔的大牌拢生青啼。乌尾的箭筒有通食，才会愈看愈侪。小黑蚊肆虐到说，不是刚伫外口尔，佫会飞进去到厝里。即使你装了纱窗，也一样，它一样飞进去。民众其实平常在做环境清洁的时候，就应该注重，比如说这些积水容器的清除啊，这些青苔容易长青苔处的这些清理。嘉义县环保局表示，环境摒扫会针对乌尾生长的环境来加强。嘛，希望民众会当注意厝内外附近的情况，才会当改善乌尾愈看愈侪的问题。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新竹市最近伫南寮渔港举办灾害防救演习，透过消防警员加民间的渔船业者合作，做伙执行海上拍火任务，也针对着船只导游灾害加强训练。因为基建问题造成漏油，船只在海面上载浮载沉，相当危急。船员们迫不得已，立即决定跳海求生。渔船发生危险，渔民跳海逃生，相关单位接到通报，立即派员前来救援，而且利用遥控救生船顺利将人救起来。12海巡队35吨级的巡防艇正在事故船的下游布设第1道港湾拦油索，防止油污扩散。另外一边，因为渔船故障发生漏油事件，海巡人员赶紧派人抽炸油用的锁啊，以防漏油造成海洋污染。船难的部分以及海洋污染的发生，因为这几年来台湾是很重要的航线，其实最可怕的是海上油污的一个污染，会造成生态的浩劫，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经由这样的演练的时候，让大家去熟悉可能以前不熟悉的灾难，那如果万一发生的时候，应该要如何让它降到最低的影响。各渔船无顺利发生火烧船意外，消防局甲渔民斗阵来到现场，在陆地甲海上做伙合作断水，甲火拍花。防范于未然的一个演练这绝对是渔民一个帮助了军民一家政府跟渔民都是一家这个海上的污染一些意外的事件，都要由民间跟政府单位来配合。议会表示，希望透过演练，在意外发生的时阵，会使发挥应变的能力，将灾害损失降至上低。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今年3月，因为落大雨，这农民损失真惨重。农委会通过对森林的西瓜、芳瓜仔，也个加比这3项农作物的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因来讲到台东的下雪山野，今年同款是被调过的情形，农民损失是真惨重。再损的情形目前也搁伫咧调查。顶个月是森林瓜仔类产品开花浪花期，连续大雨直接冲击作物成长。我们说的杂芽白有没有这里？就是下雨天之后就会这样。下雨开花，然后结起来的果就是会这样子。
农委会甲云林县政府会勘了后决定，相关地区农民作物受损拿讲达到20%，像利润大比轮杯、白野寮甲拿来西瓜每公頃9造6万，另外利润轮杯甲白野寮的香瓜每公頃9造7万5，另外国溪乡草岭大加比农户每公頃9造5万。农民就是到公所提相关的资料到公所，他们受理时间是4月19到4月28，到所在地的公所去做申报的动作。因为大雨影响成长的，也有台东的合作山啊，让它早一点剪掉，让它长得好一点，看明年能不能好一点。方叫做山野甲 LV 的合作，捌有过1公斤挖900块的好行情。不过去年因为疫情继续播，今年2、3月开花期大雨，有的无结籽，有的落果，农民真正放弃收成，损失惨重。乌龟果不一定会落果，它还是会长，只是说它的果实一定都会小很多，那有些它当然如果有营养竞争的话，它当然会落果。台东县政府初步调查，卑南乡合作山野受损面积已经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也有台东市太麻里乡甲罗野乡等地区当在调查中。记者综合报道。好了。伫南投，如果有这做地师傅含农委会合作，甲这乌龙茶做是茶饼，希望会当用这款方式保存着茶香甲茶味，而且这乌龙茶饼真特别，会当长期保存，愈放愈久是愈香。若讲到茶饼，有个人幻说会叫是一种细修啊，其实茶饼又个叫做饼茶，是保存茶味的一种形态。大部分的茶饼拢是用草埔茶做的。不过，伫南投鹿谷乡，就有一位在地茶师，用特殊的机器，将乌龙茶的香甜带入去一块一块圆圆的茶饼内面。我们经过茶叶改良厂来做这个授权加工那我们把这个乌龙茶把它压制成茶饼让我们的这个茶叶能够更有多元化的一个选择。做饼茶的过程是真无简单的。为称重、定型到烘打，拢需要认真甲耐心。温度上悬也是上低，拢会影响到呈现的品质。每一块茶饼拢是师傅手工制作的，就是为着会当保存茶味上天然的滋味。我们先会把茶叶称重半斤装或者是4两装，然后再放置蒸汽机里面，将茶叶润湿之后。然后再放进布巾，利用布巾把它塑成圆形，然后再压制固定，然后再进行干燥。乌龙茶有以特殊的香气和甘甜的茶味，经过加工包装，茶饼会当配合人客的需求，为特别的纪念日做设计，提供无同的收藏意义。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西的延平老街有一间真特别美行，伫8年前是当地真出名的商店。即马有一对姐弟伫咧经营，因甲这间老厝重新翻修，也伫遮举办展览，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徛伫店门口，就当看到内底一家一家整齐搁倒满店的五色豆啊，有红豆、绿豆、乌豆各种的五谷产品，看起来非常的特别，互经过游客拢想要入去参观。上礼拜我就有来逛这家店，足水的，古色古香的呢。尤其老板娘店内底真的才足水，你看我光是看这个就吸引我走进去。这间位在西内延平老街米牛店，店内装潢有影是照古早，因为这栋8年的老厝，因过的是在地上出名，专办优惠，甲哈利机车引进台湾的广合商行。转到即马经营的2家店啊，因为介意老厝定个精修，嘛拢尽量维持主本的经价。老旧有安全性的地方把它遮盖起来，那有历史的地方把它也显现出来。我们主要是以在地小农的商品为主。后面艺文中心我们是2个月会有艺术家的展览，就是让客人来这里走累了进来休息，一方面可以看老房子的故事还有历史，那一方面就是让一些艺术家可以在这里展现他们的作品。店内空间有影是真深阁真宽，后壁阁开一角艺术的空间，无定时拢会邀请艺术家来演讲办展览。
业者用心维持，善用老街老厝的特色，帮打造出多元的体验，让人客来遮唔但参观老厝，佮通浸入咧艺术的气氛当中，享受在地人文风情。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教育局最近出版一本《小弟伫倒位》的儿童绘本，正做学校的补充教材。这内容讲到小弟出世前后，家己的心情甲厝内面各种的变化，要消解真侪风俗。而且这个绘本有台语甲客语的版本，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故事对小弟出世经过受难，道济等等讲起，内容按照红婴仔的成长过程铺排，嘛消解各种本土的民情文化。台北市教育局的国民教育辅导团、本土基本辅导小组最近出版一本《小弟伫倒位》的绘本，提供予师生家长来阅读。来，咱加减减吼，把咱过去咱台湾的一寡民俗，拢加入去，安尼是毋是囡仔顺线会当学着？一寡已经强开咱失传去啊，已经根本无去啊，这个民俗。周家芬表示，绘本是以家庭教育基地做核心，用图文方式，希望通当做学校的补充教材。另外，这个内容有台语甲客语的版本，希望囡仔透过阅读，增加对簿记的认识。因为咱阮过去所对着影片，一般拢是较伫咧生活的教材。上要设计这个故事册的时候，就是让囡仔知影讲，看故事的感觉，我哪看故事，哪熟悉这个闽南语的汉字，慢慢学习讲，我透过闽南语的汉字来看有、读有，咱这个闽南语。除了实体的册，嘛有电子册，囡仔踮厝内嘛通看。周家芬讲，虽然无法度确定对囡仔的帮助有偌大，不过阅读的人数拢有咧增加。未来嘛以校园的内容来出第二本，希望除了学校的课程以外，透过课外的图书，嘛互囡仔对学簿记产生兴趣。记者陈亚文、徐凯台北采访报道。10年一届的展览半年的荷兰国际园艺博览会已经开幕了。今年的主题是发展绿色城市，有40个国家来参加展览。有的花草是会当食，有的是结合着这建筑，咱做伙来看卖。1960年开始，每10年办一摆荷兰国际园艺博览会，今年伫阿尔梅勒的沿海新城地举行。规片60公顷的园区，游客用坐新的空中缆车，欣赏15横按字母纯属排列的真大正式地全景。或者是行一每一个国家的场馆，学发展绿色都市的新知识。The countries show their examples of the theme of the exhibition, which is growing green cities, and has a lot of sub-themes like healthying the city, greening the city, healing the city, and energizing the city. 今年主题是以10倍力量来应对全球暖化、自然资源减少、人口增加加快速都市化这问题。展示10倍伫改善生活加创造未来美好都市的重要性，佮推动观赏园艺发展。博览会展场演讲是观念传统甲科技拢做伙。举例来讲，卡达3D 列印打造场馆，外观亲像传统的粉砖塔。日本的工作团队是起一个马草厝，中国馆是展现着这种传统建材新用途，德国馆是显示人甲自然之间的微妙平衡。主办单位荷兰起一个占地1公顷的温室，互农民展现因上新的成果。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6度到23度，苗栗到云林对17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19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25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